大语文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一日，咱做伙来看到这日就是鼎，鼎就是煮食的时用的大底锅，像咱讲大鼎。嘛会当讲是煮食的时用的火，像讲热鼎来炒菜。另外，咱拜拜用的金炉，嘛有人讲是金鼎。另外，文音读做鼎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就是雕鼎，这个意思是讲用鼎咧煎物件、炒物件的时，因为油伤过少，火伤过猛，结果食材掉入鼎的。第二个词吊鼎，这个意思是讲无米通煮，甲鼎吊起来伫咧用，代表无钱啊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比如讲，中国武汉肺炎的疫情愈来愈热闹，一寡人去中国做事，亲像吊鼎走袂得出来。另外，还有一寡爱去中国趁食的人，要去乌影，若唔去吊鼎，进无步，退无路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鼎，文音读做鼎，提供予大家来参考。